是个瞎子，砸他砸他！臭乞丐，死瞎子，破烂烂像条狗，破烂烂像条狗，像条狗，像条狗，滚开！冲撞了我们的贵人，仔细你们的皮！望不穿谁的思念，素手琴弦，泪痕划破伤痕眼。谢谢你，一念之间。姐姐，慢些吃。堂堂礼部尚书府嫡女，不能失了脸面。白希月，是你陷害我与人私通，如今还来羞辱我！放开！白希瑶，你别不识好歹！我们主子可是特地来寻你的，你怎么像条疯狗一样乱吠？白希月，云一晨，还有你莲心，你们都不能好死！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！你做人斗不过我，做鬼又能如何？就算有来世，你也永远是我的手下败将。白希月，总有一天你一定会被夺走一切。姐姐，马上我就送你的好夫君下去陪你。抬走吧。趁了，不要！你帮助佩妍夺嫡成功，就不怕他对你留有后手？只要有这个龙斧子，就可以随时号令30万云家军。陈老，这么珍贵的东西，可要收好啊！月儿，我最珍贵的是你啊！月儿也有好东西要给你。全给我！你不是说3天才能吃一粒吗？今日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。月儿，你对我真好。给朕把人抓出来！放开本王！放开本王！走！玉儿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放开本王呀！你既已娶了佳姐，为何还要纠缠于我？大胆云一尘，你害死正妻白希瑶，又背德逆伦，对妻妹不轨。玉儿，你告诉我，是不是他逼你这么说的？我背后还有云家军呢，没人敢对你怎么样。裴炎，你敢斗本王吗？云家军，这天下的兵都是我皇家的，哪有你云家军？恭喜陛下，30万云家军自此归于皇权。裴炎，
你过河拆桥，竟敢设计陷害我！你放开西月，不要伤害她！月儿，这秦思挪果然奇效，云逸尘还对你情根深重。白希瑶死了。表哥这么有本事，一定可以帮我的，对不对？相思，姐姐对你真心一片，你却害死了她，而我从未爱过你，你却对我此之不渝，真是可笑。无言，空留余痕在心间，分清线段，期限三生无人谈。一念之间，白希瑶，白希瑶，是我害死你！白希瑶，是我害死你！白希瑶，云逸尘罹患风症，意图谋反，剥夺王位，下入天牢，听候发落。放开我！雷锋，我是风起兴王。希月，你助本王灭亡削藩，我送你个皇后之位。谢陛下。神明昭昭，日月同仪，百世殊德，德配宇内，速铸一城。我白希月，从今以后就是这后宫之主，这天底下最有权势的女人。宜应冒典，滋养尊圣育，宁以册宝，立尔为皇后。圣下飞雪，冲撞册封大典，此等意象，殊为不祥。不祥之兆。不祥。话不可乱说。挡在我面前的，我都会把它碾碎。小雪，小雪。爹，女儿确实被人所救，但绝无情郎，而且我也是被人推入到……还狡辩！你忘了为父的教诲了吗？瑶儿，弑神之后，既然与陌生男子有肌肤之亲，你还未出阁呢，这岂不是污了名节？要是外面真传出什么对白氏不利的消息，我就当没你这个女儿。爹，万万不可呀！姐姐是作为嫡女，将来可是要嫁给太子的，还是请您从轻发落。谁嫁给太子，谁就是嫡女。白家可以只有一个女儿，那就是未来皇后。礼欢奉诏，依典行礼，举国上下共庆此典。呈上来。怎么回事？我的身体……何必干事，请皇上恕罪。还差一点，我就是皇后。捡起来，朕恕你无罪。我的，为什么就差一步，我就能得到一切？
为什么？这是哪儿啊？我怎么会死啊？白虹，何里放肆！白虹还不回归。你本是我座下弟子白虹，勘破红尘业，便可成仙，录入我元皇宫仙籍。仙尊，徒儿为何渡劫失败了？不得，哪有失？不失去，怎知情之珍贵？不曾珍惜，又怎能放下？徒儿不懂到底哪里做的不对。徒儿早已把情子玩弄于股掌，成为世间最有权势的女人。执迷不悟，看来你还需再入轮回，重新历练。白希月还是白希月，而你却不再是你。小姐，小姐，你没事吧？要不要奴婢进来服侍你？进来伺候我穿衣。小姐，你好些了吗？我的脸怎么变成白希瑶了？小姐，小姐，您怎么了？这是白希瑶的房间。你是她的贴身婢女莲心。大小姐，您可别吓我呀！奴婢怎么听不懂您在说什么呀？为什么不是重生成白希月，就连神魂也成了白希瑶？仙尊是不是搞错了？我还带着前世全部记忆，我现在到底是谁？处理好了，回国公爷，人已经服毒自尽了。在水源投毒，看来陛下是不想让我安稳回京了。国公爷，您这次回京只带了一对铁骑，岂不是要身陷险境？我就是要做一个无权无势，能让他拿捏的废物，最好还能求门亲事。什么？你要成亲？我是觉得女人只会影响你拔剑的速度。在京城娶亲，就能麻痹皇帝，让他对我放松警惕。我必须要回到潞州老家，只有这样才能集结云家军的力量。有了兵权，才能为爹娘报仇。国公爷，您伤还未痊愈，要不放慢行程，推迟2日再回京？不必，将士车马按原计划行军，你我提前进城。我想去个老地方看看。属下这就去准备马车里的替身。我要娶的是你就好了，小白妹妹。小姐，我先伺候您穿衣吧。这红衣是白萧上一世常穿的衣服。你为什么要抢走我的人生？我到底哪里对不起你？就因为你是我姐姐，是白家嫡女，所以你一出生就能踩在我的头顶，拥有我所想要的一切。我不服！为了白家，为了我自己的人生，你必须死！是我太蠢，
我才忍让到现在。如果有来生，我一定让你承受比我100倍、1000倍的痛苦。姐姐，若有下辈子，你尽管来向我讨债。瑶儿，下人禀报你外出落水了，身体是否有恙？这就是我那个宠妾灭妻又势利眼的亲爹，太后的外甥白文礼。头儿有些晕，未能起身给爹爹行礼。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害你爹担心不已。这就是白希月的生母梅姨娘，上一世真是教了我不少心机手段，看着真是亲切。母亲，女儿想吃您做的桃花羹了。你叫我母亲？若是讲明缘由，他们一定当我是疯子。眼下还是先办好白希瑶，别露破绽。梅姨娘平日里对瑶儿视如己出，瑶儿心里一直把姨娘当做亲娘看待。瑶儿即便有孝心亲近你姨娘，但也别要乱了称呼。另一个白希月，多年前的我。我倒要看看爹是人是鬼。月儿，你怎么来了？姐姐你没事吧？可要担心死妹妹了。都愣着干嘛？小姐身子柔弱，还不赶紧伺候着？既然我现在是白希瑶，那这个白希月又是谁呢？看来姐姐已经平安无事了，那可要好好感谢那位救姐姐出水的公子了。你说什么？瑶儿落水之后是被男人救上来的啊！瑶儿失身之后，竟然与陌生男子有肌肤之亲，你还未出阁呢，这岂不是污了名节？这难道是上一世我陷害白希瑶失去名节，自此失宠的戏码？是女儿失言了，没有什么男人，请爹爹不要责罚姐姐。此事与你无关。莲心，你是瑶儿的贴身婢女，此事你可知道？我若敢隐瞒，即刻把你逐出白府，给卖了。却有一公子，那日大小姐说要去望星湖散心。小姐，您先擦擦汗吧。您为什么让马车停那么远，这一眼都望不到了？你去车上拿些点心，一炷香之后再过来。是，小姐。那您稍后，我去就来。一刻钟后我返回时，见一男子身影将浑身湿透的大小姐抱上岸。奴婢走近时，那人已经走远，奴婢并未看清他的面容。莲心，你之前怎么没告诉我此事啊？大小姐，您方才苏醒，奴婢还没来得及跟您说呢。原来救姐姐的公子就是姐姐在等的人啊！西月把姐姐的情郎误认成外男了，差点误了姐姐名节，我这就给姐姐赔罪。月儿，住手！你何错之有？错的是他，不知检点。爹，女儿确实被人所救，但绝无情郎，而且我也是被人推入湖中。还狡辩！是女儿失言了，没有什么男人，请爹爹不要责罚姐姐。手段招数跟我一模一样，这个白希月竟然就是曾经的我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好烫！这是要烫死我！这是红尘业火。仙尊，你是不是发现把我的肉身搞错了？快帮我换回白希月吧！休得妄言！仙尊息怒，
白虹、白希瑶和白希月是你至善至恶的两面。上一世，你的恶吞噬了你的善，而这一世，你要约束你的恶，寻回你的善。仙尊，弟子该怎么做？上一世，因为你作恶，结出了白希瑶的七重红尘业火，你必须要解决她的憾事，你才能完整回归，否则你就会被业火烧得神形俱灭。弟子还是不明白，如果帮了白希瑶，白希月怎么办？你的所作所为都将映射到她的身上。记住，对错只在你的一念之间。这一世我最先要做的是要挽回白希瑶的名节。你细细说来，若敢隐瞒，即刻把你逐出白府。回老爷，却有一个人。姐姐，这件事情不能认啊，都是妹妹的错，妹妹不该胡言乱语的。我方才说是有一个人，是说有人在望星湖把我推入湖底，想要害我。有人要害你性命，那外男是怎么回事？什么外男？那是姨娘和妹妹说的，跟亲眼看到了似的。瑶儿，你不会是为了保护你的情郎，故意说成谁要害你吧？既然妹妹说有个陌生男人，想必当时也在场了，可有看到害我之人？我不曾看见，我体弱受不得风，一直在房中抄经，从未出过门。是啊，妾身一直陪着呢。当时贴身婢女桃枝扮成我的样子留在府中，而我就是推白希瑶入水的凶手。姐姐，这太子还是我来替你嫁吧。我还能被稚气未脱的我算计到，哼，未来谁当皇后还说不定呢。既然妹妹没有亲眼看到，怎么知道有个男人救了我？我是听府中下人说的。哪个下人？当日我只带了莲心去，即便是马夫，也只看到莲心背我回马车。是婢女听莲心说的。莲心，是你无中生有，乱嚼舌根，凭空捏造，构陷主子。奴婢什么也没说，是奴婢把昏迷的大小姐送回府中，绝无外男。你撒谎！明明就是你在造访。原来是你信口雌黄，搬弄是非。我白家名声受损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你是何居心？奴婢不敢。来人呐，把这个贱奴杖责50日，逐出白府。老爷饶命啊！老爷，老爷饶命啊！老爷饶命啊！奴婢真的没有说谎，老爷。小姐，二小姐，二小姐，救救我！救救我，二小姐！救我，二小姐！二小姐，二小姐，救我！月儿，我的月儿。够了，今日之事到此为止。哎，爹，那女儿被人暗害落水之事，还请爹爹还女儿个公道。女儿御下不言，出了此等恶仆，请爹爹责罚女儿。月儿，哎呦，这倒是我上一世没用过的招式，装晕逃脱责罚。快请郎中。你说的是，为父会派人查的，你好生歇着吧。是，上一世就是惩罚了白希瑶，最后不也是不了了之吗？我是冤枉的，我没有私通外男，我是冤枉的。还嘴硬，看来还是没洗干净污秽。继续。要是死了倒好，像你那个短命鬼的亲娘一样。倘若真有人说救了落水的你，那你便以死自证清白吧。白家就当没你这个女儿。若真有不识相的人满嘴胡沁，那女儿
就让他在望星湖底安家。成了，原来就这么简单啊！看来有了前世记忆，果然无往不利。大小姐好。我想起来了，这时是幼寿24年，老凤帝还在，裴炎还未登基。莲心，现在是什么时节？啊，回小姐，还有月余就是重阳节了。我经历生死后恍如隔世，脑子乱得很，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我得先多了解跟白希瑶有关的事儿。要不请老爷去宫里求太后，找来御医给您诊治诊治。那倒不必，你多帮我回忆回忆便好。前些日子有人送来一个香囊，之后您就说要去望星湖赏景。香囊？现在在哪儿？您落水之后，我随换洗的衣物一起晾晒在后院了。哎，小姐您慢点，我去拿伞。香囊，旧的香囊。小姐，在那里。这龙云纹看着有些眼熟啊。这不是白希瑶送给云逸尘的香囊吗？难道白希瑶去望星湖是要见云逸尘？莲心，我有些饿了，你去准备点吃的，雪花酥、桃花羹什么的，我回房间等你。是，小姐。这么简单，马车里的是哪位将军？不要胡说，这位可是翼王殿下，本朝独一份世袭的异姓王，就是坐拥30万边军的翼王云逸尘。到哪儿了？过了烟霞阁和尚书府，就快到我们国公府了。10年了，我终于可以用你们的血来祭奠爹娘了。怎么老远就听到咳嗽声传来？翼王殿下常年征战，新伤叠旧伤，身子恐怕是不行了。唉，真是自古。我果然没记错，云逸尘今日才凯旋回京。那之前是谁送来一模一样的香囊？哎，别说了，快跪下！跪下！是他。他回来了，他回来了，他回来了。他一定会来白府提那件事的。对了，我不仅是白希瑶，我还是白虹啊！法术神通的记忆可都在呢。我得赶紧回溯一下光阴长河，看看镇守边关的云逸尘为什么能回京。逆时渡关，开。云逸尘祖父是开国大将军，世袭镇国公职。国公爷，增援还未到。云家军死战不退，寸土不让。云逸尘靠着勇武和谋略，戍守边疆，收服丰荣国，也顺利收拢了云家军的势力。翼王，少爷时，他一心想要为爹娘报仇，却被我下药迷了心智，成为一个暴虐的疯子。陶宇，谁让你跟我提他们的？滚！好巧，好巧。怎么回事？头好晕。我是元皇宫白虹。小姐，不是白希瑶。小姐，你怎么了？是白虹。小姐，你没事吧？
小姐，没事儿，扶我起来吧。是小姐。我就是太饿了，做了个梦。你慢点。难道是因为白希瑶是凡人之躯，承受不了我施法？看来这仙力不能轻易再用了。好吃。小姐，您吃慢点儿。为什么偏偏是这个废物白希瑶？仙尊，真是不给我活路！小姐，奴婢昨日差点害小姐失去了名节，请小姐责罚。你又没说错话，是有人故意诬陷我，我是不会怪你的。是，小姐明察，您昏迷时我在厨房煎药，桃枝来跟我搭话，这才让二小姐知道您落水的事。哦，是这样啊。那你有看清那位公子的相貌吗？奴婢没有看到。上一世莲心也是这么说的，看来是真的。快起来，莲心，你从小陪我一起长大，我们应该互相照应，不能被别人害了，你说是不是？是，小姐，莲心知道了，以后誓死保护小姐，此生对小姐忠心不二。那你去准备些热水吧，我要休息了。好的，小姐，那奴婢去了。父亲，我什么时候才能进宫呀？月儿放心，我再去求一求太后，一定让你有机会跟三皇子接触。马上就要到太后寿辰了，这次去不了，不知又要等到何时了。你别怕，翼王殿下到。翼王怎么来了？这刚一回京，就来我们白家做甚？拜见翼王殿下。抬上来。白大人免礼。请。谢殿下。这，哎呀。哎，西瑶，还不赶紧拜见翼王殿下！上一世当云逸尘来白府的时候，白希瑶因失了名节，还被关在柴房呢。抬上来。拜见翼王殿下。白大人免礼。请。谢殿下。翼王殿下今日光临敝社，有何指教？我儿时曾与白家妹妹交好。狗屁姓王，就是个没爹娘的野种。克死爹逼死娘，你这个扫把星！走走走，不要跟他玩，胖得跟猪一样。你们不许欺负他，以多欺少，你们丢不丢人？大哥，你以大欺小，不怕父皇责罚吗？三弟，你少管闲事。你没事吧？表妹，你要去哪儿？10年未见，今日拜访，只是来送些谢礼。都打开！哎呀，殿下，这礼太重了，小女受之有愧呀。民女白希月拜见翼王殿下。白家姑娘可还记得儿时的事？上一世，我十分羡慕白希瑶可以去宫中玩耍，经常缠着她跟我讲宫中见闻。因得太后宠爱，我儿时经常进宫中玩耍。记得有个陈哥哥，总是叫我小白妹妹。
叫袁逸晨，你呢？逸晨哥哥叫我小白妹妹就行了，以后我们就是朋友啦。真的吗？小白妹妹，你是我在京城的第一个朋友。于是我凭记忆与云逸晨假意相认。那时，我府中无长辈，是姨母贤妃将我养在身边。如今的小白妹妹，现在已经及笄了吧？回殿下，上月刚及笄不久。尚书大人，令千金可否婚配啊？小女尚未定亲。尚书大人，本王想求娶白希月为妻。拜见翼王殿下。我那日所救之人，竟也是白家小姐。儿时，我曾与白家妹妹交好，10年未见。今日拜访，只是来送点谢礼。敢问殿下是找老夫哪个女儿？还是让给白希月吧。云逸晨可是她成为皇后的踏脚石。妹妹，让不让啊？哼，我凭什么让？你嫁给云逸晨，我才有机会嫁给三皇子。为何姐妹二人竟无一承认？我名节未损，是注定要嫁给皇子的。搭上国公也是你唯一狗办的机会。看来本王是记错了，要找的不是白家姑娘。本王今日就当没有来过。白大人，多有叨扰。陶宇，回府。是我。你到底是姐姐还是妹妹？本王没有听清。你们不要胡闹！国公爷面前岂可信口开河？民女白希瑶，拜见翼王殿下。你就是小白妹妹？佳妹因得太后宠爱，经常去宫中玩耍。她跟我说过，有个陈哥哥常叫她小白妹妹。既然这位姑娘就是小白妹妹，那为何你也认下了？民女刚才是说，是我佳妹。他是有所顾虑，所以回得慢了些。顾虑？与本王是儿时旧友，有什么上不得台面的吗？女儿家名节事大，佳妹想是在及笄之后不再提及前尘往事，怕影响日后婚配。姐姐是体谅妹妹的。尚书大人，令千金可有婚配啊？民女尚未定亲。糟了，我竟然忘了云逸晨一旦求娶白希月。翼王此次大拜封荣，居功至伟，朕要重重赏你。微臣不敢居功，都是云家将士们为国戍边，不惧生死。微臣只不过……好个云家军，甚好。边关已定，那翼王就留在京城好好养病吧。谢陛下恩典。父皇，儿臣有奏，翼王功高，但尚未婚配。儿臣觉得可将白家表妹许配给翼王，给翼王冲冲喜，与我们皇室也亲上加亲。那就把白家嫡女白希瑶许配给翼王吧。陛下，
启禀陛下，白家嫡女兰心慧性，但小王只懂舞刀弄枪，怕辱没了白大小姐。小王想求娶白家庶女白希月。翼王怕不是听了外面的风言风语，说白希瑶落水失节，所以才不喜的吧？皇兄慎言，希瑶是我们的表妹，名节之事不可乱说。奉帝陛下为了打压太后的势力，让白家出不了皇后，同时羞辱云一尘。庶女怎配得起我凤姬堂堂国公爷？你与白希瑶的婚事就这么定下了。白尚书，意下如何呀？臣谢主隆恩。陛下请三思啊！婚事由大皇子督办，尽快择吉日成婚。是。退朝。依晨哥哥，即便姐姐行事荒唐，但毕竟是白家嫡女，而我只是个庶女，配不上你，是理所应当的。不，月儿，在我心中没有嫡庶之分，我喜欢的就是光风霁月、白玉无瑕的你。你放心，我一定想办法推了婚事。这怎么行啊？即便你贵为国公爷，但也不能抗旨啊！我只求你成婚以后，能善待姐姐，这样姐姐传唤我，我才能去镇国公府看你一眼，才不会惹人非议。玉儿，你等我，我去求求太后，一定能想办法娶你。皇家与镇国公府原本就有嫌隙，后来太后也放弃了白希瑶。爹，您都听见了吧？希瑶一定会嫁入镇国公府，而你要多跟三皇子裴炎多走动，这是太后老人家的意思。女儿明白，将来三表哥想要坐上那个位置，肯定少不了云家军的助力。要是姐姐不争气，我就替姐姐把云逸尘牢牢抓在手里。不愧是我白家的女儿，好样的！一拜天地。云逸尘受困京中，无法动用云家军，不得不迎娶白希瑶。夫妻对拜。我也小心。你什么乱？起来！殿下，保护国公爷！快救云逸！夫君，殿下，殿下，国公爷什么时候才能醒？剑上有种来自丰荣的剧毒，若是不能及时去除，翼王殿下恐怕……那你还等什么？赶紧解毒啊！此毒侵入心脉，老夫也无能为力，除非有人能将心头血换给翼王殿下。我来，用我的。不可，此毒至阳刚猛，需要用至阴女命的血才能稳定毒素扩散。我们白氏之女天生至阴女命，我代姐姐取血救国公爷。二位先退下吧，我替妹妹取血。是。姐姐，妹妹怕疼，不敢取血。你若不敢，让我来。蠢货，当然是你来！我以后还要做太子妃，做皇后，怎么可能为了他陷自己于险地？你既然不爱他，为什么还要纠缠他？云逸尘的爱，我要；裴炎的妃位，我也要。我要夺走你的一切，包括你的每一滴血。
上一世，白希瑶救了袁一晨，却被我顶替。这一世，我不仅不会嫁给袁一晨，白希月你也别想占什么便宜。翼王殿下，这礼物我们不能收。要是让外人误以为你要求娶舍妹，那整个京城还有谁敢娶西月？你胡说什么？不许对翼王殿下无礼！快道歉！哦，白家小姐是这么想的。那灵妹嫁给我为何不可呢？国公爷免谈。我妹妹要嫁的是皇家，嫁给皇子顶多是个闲散的王妃，与本王的国公夫人相比，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。妹妹要嫁的是太子，将来是要做皇后的。国公夫人怎么能跟后宫之主比？凤帝陛下至今尚未立主，白姑娘就能确定哪位皇子可以立为太子了吗？翼王殿下恕罪，小女前几日落水患了脑疾，才此番胡言乱语，恳请殿下千万不要放在心上。今日之言切不可外传，是要掉脑袋的呀。你脑袋进水了？你脑子才……姐姐，妹妹的事就不劳你费心了，赶紧回院子休养吧。等等。姑娘这香囊倒是别致，不知是哪里来的。糟了，袁一晨该不会认出这个香囊了吧？国公爷谬赞了，随便买的小玩意儿。哦，外面也能买到带有我云家军龙云纹的香囊吗？如果袁一晨要娶白希瑶，那我岂不是要被他折磨死？别爱我，会着火。想必是绣娘崇拜云家军，仿绣的龙云纹。袁一晨要是发现白希瑶是小白妹妹，那我岂不是要被他纠缠？言归正传，今天来送的这些薄礼，是为了感谢白小姐儿时对本王的照拂。之所以问是否婚嫁，也是怕送了礼惹得唐突。是给我的？是。白大人，时候不早了，本王也该回府了，多有叨扰。国公爷客气，西月还不赶紧谢谢国公爷？啊，谢国公爷厚礼，民女受之有愧。尚书大人留步。宋国公爷。我们还会再见面的。国公爷慢走。国公爷慢走。不管怎么样，千万不能让袁一晨的小火苗烧起来。国公爷，小的以为您之前只是想娶个官家小姐当幌子，没想到您要娶的是您的青梅竹马。什么幌子？本王要娶的是可以交付后辈之物，只是这姐妹俩的身份尚且存疑。那您打算什么时候去宫里向贤妃请安？明日吧，今天太累了。能不累吗？您这日夜兼程的回京，一进两出，又救人又送礼。你是不是想念军中的藤条炒肉了？啊，不想念，不想念。白希瑶不仅没死，还处处压你一头，你还这么悠闲。没想到姐姐平日里装的纯善纯笨，原来是一直藏着锋芒。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为娘一定全力帮你。不急，我倒要看看白希瑶这么犀利，到底是想干什么。唉，可惜了桃枝，让你失了一个用着顺手的贴身婢女。没关系，我还有一个更好用的人，一个白希瑶万万想不到的人。外面也能买到带有我云家军龙云纹的香囊吗？我们还会再见面的。小姐，你该喝药了。既然云逸尘没有求娶白希月，
那眼下就先解决身边的危机吧。你给的药我可不敢喝，放这儿吧，凉了我再喝。你先去忙。小姐，您身体还没恢复，不要太过劳神了。月中就是太后寿诞，您还要去宫里拜会呢。太后要我进宫？太后对您最是疼爱，之前都是您陪着的，您忘了吗？太后一直宠爱的是白希瑶，我还是白希月那会儿，作为庶女是不配进宫的。真是一会儿未平一会儿又起，烧死我得了。小姐，您是发烧，哪里不舒服吗？我一个人不行，不是还有白希月吗？2个我的智慧加起来，没有搞不定的事情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来看妹妹啊，还带了一些你爱吃的。果然都是我爱吃的。二小姐，好个机灵的贱婢，倒是会明哲保身。奴婢不敢，奴婢是怕引起大小姐的怀疑，给您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白希瑶平时极少外出，再想找个在府外动手的机会，可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。奴婢倒是觉得还有机会。哦，之前白希瑶因为一个香囊出府，那说明白希瑶心中肯定是有重要的人，到时他们一定会再联系的。真没想到啊，姐姐，你还当真在外面有人呢。你给我好好盯着，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。是，主子。哎，等等，这是给白希瑶吃的？这是她特别吩咐要的。白希瑶怎么会点我喜欢吃的桃花羹和雪花酥呢？白希瑶竟然暗中调查我，这是来跟我示威的吗？怎么了，妹妹？吃啊！谢谢姐姐，妹妹现在没什么胃口。怎么？怕我下毒啊？妹妹没有，姐姐说笑了。光吃点心也没什么意思，不如妹妹陪我手弹一局。妹妹奇技拙劣，怕惹得姐姐笑话。白希瑶不过是草包一个，跟我下棋简直可笑。那就你直黑，我直白，谁赢了就让对方答应一个条件，作为彩头，怎么样？妹妹清心寡欲，不知该向姐姐求什么。我求你去死啊！你死了，我就可以占有你的一切。那我要是赢了，答应姐姐一个条件就可以。姐姐要是输了呢？那我就带你去宫里参加太后的寿宴。我上一世没机会入宫结交皇子，这一世姐姐给你完成心愿，毕竟你就是我嘛。姐姐当真？当真。小白妹妹绣的香囊，怎么会还有个一模一样的？哎，客官里边请。小姐，您慢点。逆晨哥哥，逆晨哥哥，边境多蚊虫毒瘴，这个香囊送你。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，小白妹妹。你一定要回来啊！陶宇，我问你，你说这世上真有2片一模一样的叶子吗？啊？送人的香囊，自己还会留一个一模一样的吗？回国公爷，若是女儿家送给心仪之人，只会做1个相送，以为独一份儿。也许您认错了。可是2个香囊的布料、纹理，甚至连针脚都一模一样，这是为什么？
也许是先做了一个小样，再做一个正式送人，小样便自己留着了。此事实在古怪，但如果不能确认到底谁是小白妹妹，本王就无法放心求娶啊。妹妹亲口承认，姐姐又带有信物，搞得我也乱了。去，查一查白家到底哪个女儿常去宫中。是。怎么可能？我每日苦练棋艺，白溪瑶怎么会这么游刃有余？小燕儿，我比你多下好几年围棋，你这棋路都是我玩剩下的。妹妹以后是想当皇后的吧？没关系，不算你落子。姐姐莫要戏弄妹妹了，妹妹区区庶女，将来仗着白府的面子嫁个门当户对的好人家就心满意足了，怎么敢妄想皇后之位呢？闺阁姐妹闲聊嘛。妹妹觉得大皇子和三皇子谁会夺得地位？立长不立幼，大皇子裴嗣已然听政，想必距离封太子之位已经不远了吧？大皇子是丽贵妃所生，三皇子是先皇后嫡子，自小没了母妃，但与太后老人家亲近。你要想当太子妃，就必须嫁给裴炎，将来他一定能登基称帝。姐姐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跟我合作，我帮你嫁给裴炎。姐姐，你变了。妹妹，你输了。姐姐想让我答应你什么事啊？帮我调查莲心，查清楚她跟我有什么仇怨。小姐，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小姐，小姐，你是不是死了？我没事。还好醒得早，不然这个莲心有可能会在我的脸上踩几脚。白溪瑶啊，白溪瑶，你到底还有几团业火等我灭啊？对白溪瑶仇怨这么大吗？看来白溪瑶也没干什么好事。凭什么只考验我白溪月啊？姐姐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的婢女为什么要我去调查？好了，别装了。我知道他是你的人，有些话他会跟你说，但一定不会跟我说。姐姐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去望星湖的事儿，你早就知道对吧？上一世白溪瑶落水的事，就是我谋划的。伴着日落下，摇啊摇啊，多久没有新波浪？日复又一日，是晴是雨照样。初遇你的那天，记得春风拂面，倒影中全是你的温柔。看有梦一帘飘啊飘啊，河中滋围绕心上。唯等你开口，多远多卷起航。就让我的守候化成一叶扁舟，轻轻地陪着你荡漾。握紧思念藏心底，每个瞬间都珍惜，只求你别怀疑。
细数星光